去旅行想玩得開心，當然要揾間有信譽、有口碑嘅旅行社。有接近15年旅行服務經驗嘅天馬旅行社就絕對係信心之選。天馬旅行社係新鴻星企業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明星先生喺1995年創立，憑住佢多年嚟嘅經驗同熱誠，令天馬旅行社發展成今日澳門旅遊業界嘅實力保證。旅遊業發展蓬勃，旅客對服務質素、行程安排嘅要求大大提高，唔係真正有實力、有誠意為旅客服務，絕對無法滿足旅客嘅要求。天馬旅行社多年嚟能夠穩站旅遊業信心之選，成為澳門旅遊品牌，實力自然毋庸置疑。天馬旅行社每年接待幾十萬來自全國各地同東南亞嘅旅客，領隊、導遊、車隊經驗豐富。因應唔同旅客嘅需求，天馬旅行社更不斷開發國內外旅遊新景點，提供多元化嘅行程安排服務，務求緊貼旅遊熱潮同旅客不同喜好嘅要求。我哋天馬旅行社對待每一個客人都係用個心去對佢哋嘅。天馬旅行社服務團隊全部經過嚴格訓練，無論服務態度、專業知識、市場觸覺、統籌應變能力，都係業界精英中嘅精英。佢哋無時無刻都以專業精神同誠意，為旅客提供入境遊、出境遊、代訂酒店、代辦各國簽證、全球優惠機票等服務，再配合各類型豪華舒適嘅車隊接送同租用，令旅客可以享受物超所值嘅服務。泰國要幾多張？2張係咪？我幫你 check 下先下，等一陣。旅客嘅要求、團友嘅滿意係我哋進步嘅指標。喺未來，天馬旅行社一定會更加努力，引進更多、更完善嘅優質旅遊服務，以我哋嘅專業、實力、誠意，贏盡信任，贏盡口碑。天馬嘅承諾就係要令每一個客人嚟到澳門都100%滿意。